落翻到嚟，我嘅高興心情真係冇邊個知道。智禮雖然未能完成4年嘅學業啊，又冇翻嚟過年添，我都由得佢。唔通佢翻到嚟香港揾唔到嘢做咩？我打算慢慢將公司嘅責任交咗俾佢。佢係我唯一嘅希望。創業興家，有家先有業。今日四姑姐帶咗2位小姐嚟介紹俾智禮，唔知點解智禮對人哋十分冇禮貌。呢啲都係讀番書嘅壞習慣啦。今日嘅情景令我印象難忘。智禮居然會同一個不知來歷嘅女仔咁親密。我一查之下，原來係賣菜婆四嫂個女，叫做李秀敏。1951年7月12日，我今日決定同智禮脫離父子關係。佢太傷我心啦！佢竟然會不顧一切嚟同嗰個賣菜妹結婚。我今日聽到智禮已經淪落到做地盤工，我心都唔知係痛苦啊，呢個係痛快。我等佢翻嚟認錯。今日佢哋2夫婦嚟到，我仲以為佢哋嚟借錢，點知唔係，佢哋不過想抱個孫嚟俾我睇下啫。我真係好想走過去睇下，但係我嘅尊嚴唔容許我咁樣做。我提議佢哋搬翻嚟住啦，條件就係要秀文向我斟茶認錯。智禮可以翻嚟嘅希望又是消失。我憎恨呢個女人。我估唔到最不幸嘅事今日發生喺我身上。我估唔到